滚！姐姐，你这点功夫怎么让人放心？哎，姐姐，我肯定会好好练剑的。再说了，有2个我的好兄弟在呢。去吧，早点回来教你剑法。好，姐姐，我一定会好好练习的。好好练习，乖。好好练习啊！你们2个什么意思啊？我何时没好好练习啊？放这儿吧，小心点儿。下去吧。哎，小姐，这是雷公子送您的礼物。叶姑娘，希望你喜欢我送你的礼物。等到杨柳生絮，海棠初开的时候，或许我们能再相见。叶姐姐。这是什么呀？他们说，这是雷无节送我的礼物。只要是诚心的，哪怕是路边的狗尾巴草、河边的鹅卵石，亦或是清晨拂过他面庞的第一片柳叶，只要是他送的，都会喜欢。真的吗？啊！我见过傻的，没见过这么傻的。你还笑啊，叶姐姐？难不成喜欢这些礼物啊？重要的不是礼物，是心意。也是，这自古以来，这些王侯将相们一掷千金，可其中又有几分真心呢？雷无节这臭小子，虽然傻乎乎的，可他对你绝对是真心实意的。那千落妹妹的一片真心，又给了谁呢？哎，这个就是望城山。望城山怎么了？这么兴奋？望城山有个道剑仙。怎么，又要问剑啊？我不问剑，我就是想见一见，这个让我姐姐惦记这么多年的道剑仙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听说这个道剑仙30年不下望城山一步。所以我才问，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去找我姐姐？他难道不知道我姐姐的心吗？这个孤剑仙是个情痴，道剑仙不会是个负心汉吧？他要是个负心汉，
那我就向他问切。什么人？雷家堡雷无节拜会道剑仙。啊，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，这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萧老板，这位是聪明善良的无心和尚。有礼了。师傅不在。那你师傅去哪儿了？师傅下山了。下山？他不是不能下山吗？师傅他……这什么情况？你们可知道替身？替身？道家奇门术，做替身为主体，消灾抵命，瞒过天道，这就是所谓的宿命。师傅以生辰八字选择这个桃木人做替身，以心头血养了3年，为保万无一失，几乎是散尽了自己所有的修为，全部汇入到这个替身之中。师傅，自从小仙女走后，这棵树就如我一般，半死不活的活着。这么多年，又一次开出了桃花。桃花开了，我要下山了。师傅，你非要下山吗？去意已决。师傅，我怕……怕什么？我不会死的。既然劫数摆在那儿，那就提前去打破它。老是躲在这山上，算怎么回事呢？你们护好阵法。小仙女，我来了。想不到这道剑仙还挺有胆识啊，倒是不枉我姐姐念念不忘他那么多年。看来我们与这赵真人也是无缘。哼，继续赶路吧。啊，走，下一站大梵音寺。哎，你说赵真人这个时候和我姐姐他们……小仙女，你说过要带我下山，我在望城山上等了你1年又1年，你总不来，我就只好自己下山来找你了。瞒不过天道，会如何？不重要，我只求能再见你一面。小仙女，我很想你。10多年都过去了，我已经不小了。在我眼里，你一直都是小仙女。怎么伤得这么重？要瞒过天道，可不容易啊。等你伤好了，我就带你去山下的凡城。听人们说，山下的世界很精彩，一路走来，我只觉得吵闹。小仙女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我既无心欣赏美景，也无意品尝美食。来日方长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
和尚，偌大的于田国，你连大梵音寺都找不到，去哪儿找你的故人？我们随便找人问问就好。哎，这有个和尚。这于田国的和尚可以喝酒？想去大梵音寺，跟着这个和尚就好。哎，吴昕，你，他跑这么快干嘛？若没猜错的话，他就是吴昕要找的人。走。这和尚跑得也太快了。哎，那是不是就是大梵音寺啊？就是这儿。啊，这名字听起来挺霸气的，怎么看起来这么破败？好像马上要倒闭似的。西域佛教讲究苦行，衣不能穿暖，饭不能吃饱，唯有苦行，才能获大功力。衣服可以不穿，饭可不能不吃饱，这也太苦了。小行货。不过呢，我倒是越来越佩服这个无心和尚了。是吧？哦。肖老板，我也佩服你。小四，你看，这什么刀法？一刀碎尽长空，号称霸刀一出，刀意3日内尚有一息留存的碎空刀。碎空刀，早在12年前，那可是名列天下的3把刀之一。这么厉害！哎，吴昕！你这一次怎么不砍下去了呢？是你？你长大了，12年过去了，你已不是当初那个小童了。12年前的事儿，我都还记得。我记得你与我爹一同教我射箭，我还记得，我总骑在你肩膀上揪你头发。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家，一把碎空刀耍得出神入化。哼，我还总吵着要向你学呢。还记得什么来着？我还记得，你背叛了我爹。我一直在想，你长大了会不会来杀我？我问王游大师，他说凡事皆有因果，跟我抢一堆佛理，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假和尚，根本听不懂那些道理。后来我想，如果你来杀我，我会做些什么？大概就是把刀递给你。
拿着。你不杀我？老和尚说要以慈悲为怀。我现在可是个僧人，怎么能乱开杀戒？我要你帮我来做一场法事。哎，可不是一般的法事哦。3日之内，我要整个大梵音寺的和尚都为老和尚超度。忘忧，你是老和尚这一辈子剩下的唯一一个朋友了，由你来主持这场法事，也算是报答他这么多年的唠叨了。那之后呢？之后的事儿啊，看我能活下去再说吧。哦，办完法事之后，你便离开吧。12年前，他们逼迫你卷入那场事，12年后，你不能再重蹈覆辙了。哎，无羡，无羡，他去哪儿了？雷无节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和尚每一次走，都不打算带我们？好像是这样。那我们这2个人质，为什么还要死皮赖脸的跟着他呢？对啊2位仁兄，怎么还不走啊？你个……接下来我们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得租几匹马。我可没带钱哦。走吧。啊，走。这个和尚真是邪了门了。萧瑟，你有钱吗？没有啊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在于田谷，莫非前面这间寺庙便是他出生的地方？老和尚以前总说想回到这儿，今天我就送你回家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席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立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我不会死的，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去。你此刻才像是一个高人。高不高手都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还有一件事，我选择与你们2位同行，的确有我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我修
又如何？罗刹堂已经被老和尚毁了，若我死后，其武功必定失传，所以，我打算教你们二位，每人一门武功。什么武功？我要教你的是大罗汉伏魔金刚无敌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！明明是很能装的名字。哎，对了，他呢？你教他什么？我只会一点逃跑用的轻功，打拳什么的我可一点都不会。你能教我什么呢？对了，水上漂，不可以选这个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你学不会，学了你也会从半路掉下来，因为你心思太深。飞天踏浪神通？你们罗刹堂取名这么随意的吗？有很多名字在武功秘籍里被抹去了，我随便起的，不行吗？行。那你到底教我什么？我要教你的是心魔椅。无禅大师，雪月城传来消息，说吴昕等人已经离开雪月城，前往大梵音寺了。奇怪了，雪月城的人为何会庇护魔教之子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甚至不知道，是不是还要抓他们回九龙寺。大梵音寺离九龙寺不远，待我稍后禀报大觉禅师，我们可以一同前往。雪月城的来信上还写了什么？师尊只给了我这几个字：平心而动。我也不知道平心而动是什么意思。无禅大师，平心而动在佛门可有解释？佛曰：随心、随性、随缘。随缘。哦，对了，无禅大师，你觉得吴昕是个怎样的人？小僧很小的时候就随大觉禅师去了九龙寺，之后同吴昕师弟甚少见面，不甚了解。但有一件事情至今印象深刻。吴昕师弟，这就是金刚伏魔神通。是，只是伏魔之心如此之重，与魔又有何异？除魔卫道本来不就是应该的吗？除魔是杀尽烦恼之魔，当除的不是外魔，是心中之魔。若不是无禅大师亲言，我甚至不信这是一个5岁孩童能说出来的话。我自幼出身唐门，门规森严，12岁时便被送往内房6门学习心法读书，16岁前就已学会了外房32门所有的暗器使用手法，17岁便前往雪月城拜师尊为师，到今日已有6年。这23年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都像既定发生的，我只需要照做即可，所以平心而动。我不明白。你呀，就是太守规矩了，跟那些老和尚似的。对了，无禅大师，你若见到吴昕，会怎么做？
平心而动。平心而动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？莲，明日我就回美人庄了。不必想得太多。当你遇见之时，心中那刹那的反应，便是你的心。这里是寒水寺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。家？忘忧，我杀1人，救1000万人，纵使这人无辜，你杀是不杀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况且他还是个孩子。他们杀了我阿爹，我要把他们全杀了！忘忧，此子天生魔心，若将来他为祸天下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这个因果，老衲1人担了。好。伞可以遮得住天上的雨，却遮不住心里的雨。索性，我们就让雨水洗洗我们的心灵吧。总会雨过天晴，云淡风轻。12年期限已到，忘忧，阿弥陀佛，如此恶行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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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见人无辜，你杀还是杀？救不如杀，救不如杀。救不如杀。一念成佛，一念生我。无心，你要干什么？方丈，方丈！我先杀了方丈，我先杀了方丈。老和尚，
走好。傻孩子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老和尚，你该回自己的家了。寒水寺就是无心的家。寒水寺不过是你暂时栖身的地方。你已经长大了，该回自己的家了。你的家是个自由的地方，是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。老和尚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只想回寒水寺。唉，你真是个傻孩子。也就是那些人觉得你会成为颠覆天下的火种。请师父指点无心的路。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不是师徒，我们不过就是相互陪伴着走过一段路罢了。如今师父的路已经走完了，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走了。回家去吧，老和尚。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勿忘初心，切莫回头。他们来了。300和尚在这荒山脚下诵经超度，比皇家的祭天大典更多了几分禅意。原本我以为我会做一个玩世不恭又孤傲于世的神仙和尚，哼，没想到啊，居然连一个老和尚都这么舍不得。失策啊，失策！别装了，你这和尚，刚才我们可都看在眼里。但老和尚也说了，接下来的路只能自己走。忘忧大师佛法奥妙，但有一句话我不认同。好，以后的路倒也未必你一个人走。是啊，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一起走。走，走吧。师父，我曾经以为只有您在身边，我叶安氏才能一世平安。所以这一路我带着您的舍利，假装您未曾真的离开，
不过，现在我有了2个好兄弟，前路虽然凶险，但有他们在我身边，我相信我一定能走下去。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当下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不思过去，不思未来。您放心吧，师父。盯紧了！师父交代过，法阵千万不能受凡事触碰。坚持一下，待香燃尽，法阵便成了。那年，其实我去望城山上找过你，但你因闭关修炼被打断，差点走火入魔，一直昏迷不醒。吕掌教说，每次你动起下山的念头，都会出现意外。他也曾妄图修改你的命格，却因此遭受到了天罚。吕掌教求我不要扰乱你的道行。我也觉得，似乎是我害了你。不，我这一生从未属于自己，因为你的出现，我生命的天井才出现了光亮。小仙女，你是我的挚爱，也是我的执念。对不起，是我失言了。你想要什么补偿？听说雪月城的风花雪月最为动人，为我取一壶吧。等我。终究是逃不过。他们这是？大觉禅师，九龙寺住持，无禅师兄的武学师傅。这就是要把你运到这儿的大觉师傅。来者不善啊！大觉师傅，无心师侄，许久不见，你可曾记得老衲与你是何时相见？自然记得。
那时候吴心初入寒水寺，大觉师傅刚从九龙寺回来，与师傅论道7日后，便带走了无禅师兄。那你可知，老衲见你第一面，心中所想为何？佛家有5戒，即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邪、不妄语、不饮酒戒。我想，大觉师傅见吴心的第一眼，便想破了这第1戒吧。没错，老衲见你第一眼，就想杀了你。万毒不侵，无坚不摧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这就是佛门的10大绝学之一。没错，练到极致，便成就金刚罗汉之身。看来我们要有大麻烦了。怕什么？把麻烦打成不麻烦就行了。哎，小僧的事，还是小僧自己处理为好。这金刚之体施展起来奇浩内力。大觉虽然修为不俗，但毕竟上了年纪，你拖他一拖，切莫正面相抗。本将罗汉阵最后一阵，罗汉归一。此时6人的命都集中在大觉1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怕是最后耗死的人是我吧？那你打算如何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就打得他金刚破裂；金刚不坏，我就打得他元神俱灭。大觉，你可知我师父为何入魔而死？就是被你们这帮伪佛陀逼使入魔。不信！慢着！你贸然冲上去，不仅会送死，还会添乱。那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一派胡言！若不是一再袒护你这邪魔，王悠悠怎会入魔？今日，老衲便除了你这魔种！无禅！阿弥陀佛！你也要袒护这邪魔吗？师弟不是魔，大觉师父，你滚开！师父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，便让我入那罗刹堂，由魔入佛。可尔等，诸魔之心如此之盛，与魔合一。佛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佛法奥妙，放眼天下，我师父可以说，你说不得。师弟，出去说，拿命来！外出废话！大师兄，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铲除魔教余孽。大觉状态有些不对，何错之有？不好，大觉执念太深，怕是入了魔了。你们这些魔教余孽，都该死掉！大觉吸收了6人的功力，这6人虽然大伤，但并无性命之危，反倒是大觉走火入魔，非寻常办法可依。可他现在功力大涨，若再坚持个1时3刻，那便神仙也难救。大觉禅师，你引我入魔，今日我便同你了却了这段因果吧。
力在消散。这是什么邪术，竟能化去对手的功力？看清楚了，吴昕自己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吴昕，大权，你几十年的修为已被我尽数毁去，但你们这佛门罗刹堂32秘术，我不会带走一分。吴昕师弟，师弟，没事吧？你何苦化去一身功力？你分明有其他办法。我不了却这一身武功，恐怕天下人都容不下我。多谢吴昕师侄救命之恩。怎么说你也算是老和尚的故人，怎能见死不救？只可惜大师一身的武功尽数毁去，希望大师不要怪罪。可笑啊！老衲修习金刚伏魔功多年，到头来却伏不了自己的心魔。世间本无魔，当伏的本就是自己的心魔而已。由魔入佛。12年前，我与忘忧有一场赌约，但现在看来，这场赌约好像根本没发生过，是老衲一开始就错了。师弟，小夏，吴昕的功力真的就这么消散了，太可惜了。奇怪，这和尚怎么和之前不一样了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师弟，和尚，多谢诸位守护。看来是九龙寺的和尚输了。无双城，无双。那日在雪月城，你无论如何都不肯出手。我越想越不甘心，今日我非要跟你一较高下不可。你来晚了，他武功已经被废了。哼，我才不信！云梭，绕指柔，玉如意，去！看好了，接下来这五柄剑，才是我真正的剑。你若是能扛起这五柄剑，我就放你走，如何？
天耳通，这不是罗刹堂秘术，是佛法六神通。佛法六神通，和尚有点意思。这么多人护着你，也够义气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次来无双城再战。哎，原来这个就是师尊所说的由魔入佛。师弟，你废去了一身秘术，反而渐渐获得了佛法六神通。莫叔叔，哼，你一见了我就跑不说，还下那么重的手，你还认我这个叔叔啊？莫叔叔武功那么高强，我哪伤得到您呢？走吧。哎，你要带他去哪儿啊？你有没有问过他同不同意啊？小子，你想做什么？他本就是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不回天外天，难道要回那什么寒水寺？那万一他就想回寒水寺呢？哼！无心，你真的要回去？还一本佛经，属于师弟。佛经就免了吧。其实我最讨厌念经。我教你那套拳，你每日都要练，记住了。无习，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丽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沐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盼与君重逢。盼与君重逢。
与君重逢。姐，你还没有等我成为剑仙，你怎么？是我无能，是我没有，是我实力不够。从小到大，都是你教会了我武功。刘姐，起来吧，你姐姐可能没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有人在逍遥园看到了他们，一个玉面白衣，手持铁马冰河；一个仙风道骨，手持桃花木剑。千里长堤，百里桃花。赵玉珍啊，赵玉珍，你可真会找地方，不仅骗过了天道，还骗过了我们。可他们怎么能承受得住9道天雷啊？赵玉珍一个人肯定是承受不住的，不过他2人携手并肩，那也是经受得起的。别哭了，擦擦眼泪，我们走。嗯。小行货。我不是来找他的，我爹找他。萧公子，雷少侠。萧公子，既然来了，不妨多留几日。对了，这李寒衣收了雷家小子为徒，我觉得你骨骼清奇，不如让老夫也收你为徒吧。收我为徒？凭什么？雷无极好歹还是靠自己本事打上登天阁的，他凭什么？在下不才，不过论这武艺，在江湖上也算拿得出手。可我一点内力都没有，学不成的。那没关系，论棋艺，老夫也是天下无双。不知道萧公子是否喜欢下棋呢？喜欢谈不上，因为从来没有输过。没有输过。若是以4国为棋，整个天下为棋盘，这个棋局，不知道萧公子可有胜算？好一个雪月城啊！我来到此地，只是为了讨一些银两，其他的并不感兴趣。这样吧，若是你愿意拜我为师，我除了授你枪术之外，再给你打造一个价值800两的牌匾，如何？800两不够。那你想要多少？800万两。等我出城之日，准备好给我。800万两啊！这城主你当得了？哎，不得无礼。好，成交。800万两！给我来！哎，你
从我踏入雪月城那一刻起，这盘棋就已经开始了。若是以4国为棋子，整个天下就是这棋盘。这副棋局，每一个人都是棋子，我们也不例外。还杀他吗？如果登上皇位是杀人这么简单，我早就把皇帝杀了。本王要的是无可撼动的支持和势力。如果有不属于我的时候，那就拆解它。你是说雪月城？打从黄金棺材起，雪月城就处处让本王不爽。如今，萧楚河又依靠雪月城，想要拆解雪月城，那就先从雷家下手。唐门和雷家是雪月联盟中的2大世家，唐门是您的阵营，还算听话，而雷家不同了，他从来不帮任何人，在这江湖上，不站队不抱团，那就是有罪。雷家马上要举行英雄会，宴请各大门派，那时就让他们消失吧。萧瑟，萧，来一碗阳春面，再来一坛老糟烧。没想到1坛怎么够啊？大师兄，那就1人1坛。萧瑟，这就是你之前总提起的雪落山庄，这也太破了。你爱来不来？其实最想来的是大师姐，可她还没出城就被3城主给拦住了。被拦住？她若是被拦住了，就不是司空家的大小姐了。
这就看着还不错哎。萧瑟，令牌还我。还给我！本小姐的令牌自然是要我自己保管的。哎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什么福啊祸呀的，遇见本小姐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料到大小姐会来找我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那自然啊，叫师姐，我就是来找你算账的。说了让你躲在雪月城，结果呢，不辞而别，把我令牌还拿走了，罪加一等。那师姐打算怎么罚我呀？师姐，罚你把这整个破客栈都给我了，然后就不许躲在这儿。我这是拜师，又不是卖身。那我管你呢，你打得过我了再说吧。哎呀，肖老板，你不能光顾着大师姐啊！那我们呢？我们都饿死了，赶紧上去上菜啊！大小姐来找我是为了找我算账，那你们来找我是为何？哎，这个我可就要说道了啊！小子，你不是最喜欢旅途当中的感觉吗？要不要来我们雷家堡？我们雷家堡马上就要召开英雄集会，到时候各路英雄豪杰都会汇聚在此，可热闹了。好酒，一言为定。100两。我这酒我就喝了一口，你这黑店。你要是没钱的话，那我可要和你去雷家堡讨账了。哎，咱们一起去雷家堡吧！雷家堡。哎，刘不杰，去雷家堡之前，先把他这黑店里的酒全给他喝光。有道理。那我们今天就喝一个，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。好，雷无杰一定会成为剑仙。你想，肖老板这儿都是好酒。来，喝。就这些，我一口干了。你小子别喝多了。佛曰：真心离妄念，谓之无心。无论是皇家之子、江湖之子，还是魔教之子，都只是虚妄的名号，无拘无束，平心而斗，这才是少年。终有一日，我们会建立一个全新的江湖，属于我们自己的江湖。